虽然目前国内已经降做自己境界啊，不过国内观光也是无起色，因为民众心内也是会惊。观光产业是希望政府会当亲像去年同款，除了有振兴券以外，也会当增加安心旅游补助。 立即防疫期间，虽然开放国内旅游，不过最近发生花莲旅游团感染事件，本地恢复状况就无介理想的观光旅游业又搁退回去观点。以目前我们的这些业者呢，都还没有接到太多的团，甚至就一些少数的零星，更何况最近的这个新闻哦，也是给我们一个重击哦。 民众旅游的意愿变保守，搁过无偌久，就是中秋连续假期，业者真烦恼无人来，有人呼吁政府紧赶紧伫休假进前发振兴券，搁较希望比较去年提供预算，互观光发展基金结合振兴券，互消费者来使用，因则会当甲这阵仔的损失赚回来。对观光来说，我们仍然是希望观光局能够有 拨一个预算，让旅游业能够在安心旅游的部分能够再来操作。业者讲，去年的安心旅游，政府结合饭店等等，互民众过暝有优惠介绍。迄阵投资90亿，创造约630亿的消费。希望这届高倍券会当依照早前的模式，针对业者的诉求，交通部观光局表示，已经有听到相关的意见，会搁向行政院来争取。记者陈阿文调随台北报道。